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你是毋是感觉到心内真野善？咱伫即个有悲伤、有犹豫、有失望、有残忍的世界，咱心内感觉真痛苦、真野善的事，咱爱来听上帝的声。当你的心安静落来时，你会当听到主咧甲咱叫，主咧安慰咱。所以，咱今仔日有一条回应的诗歌，伫圣经以后有一个回应的诗歌，咱要来唱这首赐阮智慧甲快乐这首歌，互咱会当伫礼拜日安息的时，重新来得到快乐。搁一摆，转去到咱日常的生活，互咱充满着满满的快乐，会让真做一个帮助人，有疼心的信徒，好无？好，来，咱安尼，咱先听一摆老师甲咱弹。赐阮智慧甲快乐，无论逐日有啥遭遇。赞阮克服惊吓忧愁，赐阮智慧甲快乐。咱唱第一站。来，赐阮智慧甲快乐，无论倒日有啥嘅遭遇，赞阮克服惊吓忧愁。赐阮智慧甲快，搁一摆哦。赐阮智慧甲快乐，无论倒日有啥遭遇，赞阮克服惊吓忧愁。赐阮智慧甲，好，请老师继续弹。赐阮智慧甲快乐第二节，时刻尽力拥护真理，关心邻友，照顾厝边，赐阮智慧甲快乐。来，咱来唱第二节。赐阮智慧甲快乐，时刻尽力拥护真理，关心。第二节，佮唱一摆。赐阮智慧甲快乐，
声安慰咱大家，请咱备办心来敬拜上帝。备办心的时，你会使安尼祈祷：主，求你帮助阮安静阮的心，互阮会看见你的荣耀；帮助阮清心，会看见你的荣耀伫即所在。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感谢你逐日的保守。阮感谢你，互阮手所做的工拢顺利。阮阁感谢你保守阮。伫世间的日子，有家己的稳定三当行。感谢你帮助阮，为甲你三当行。伫阮每一日的生活内底，互阮看见是你，互阮有活命，阁有一口气。感谢主的稳定，感谢主帮助咱经过世间的日子。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平安，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阿罗咱的主上帝。咱要用使徒圣经开始今仔日的敬拜，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勒岛前代受苦，领受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以色列，将体育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兄弟家己左右邻居哈，坐地的兄弟，座位的隔壁，兄弟平安平安。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阿罗咱的主。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阿罗咱的主。真欢喜，甲你做伙来阿乐敬拜阿乐主。咱若大大开嘴，圣神要大大充满伫咱，所以免客气吼，来到主的面前大大开嘴，伊要大大充满咱。咱要用荣耀的呼召、荣耀的呼调来回应上帝，回应主调咱、呼调咱。咱搁一摆来想，咱是毋是有安尼将家己奉献做活祭，来互伊使用荣耀的呼召。咱若用祈祷的心，甲主讲，我愿意献做活祭，互你使用。将家己奉献，才做活祭。做主献给宝贵的器具，主奉献我会要将将我好我器具来充满个大开来，搁一摆将家己奉献，才做活祭，做主献给宝贵的器具。
双手，举起双手，落你我主，全心全意献予你耶稣，一生一世我出荣耀的舞条，勇敢所彩标来走。将家己放太人家做我者，做主上加宝贵的基具，主奉上我为要将这关啊我，好我起骨来充满着大开。举起咱的双手，举起双手，落你我主，全心全意献予你耶稣，一生一世我出荣耀的舞条，勇敢所彩标来走。搁一摆宣告，举起双手，举起双手，落你我主，全心全意献予你耶稣，一生一世我出荣耀的舞条，勇敢所彩标来，勇敢举起双手，举起双手，落你我主，全心全意献予你耶稣，一生一世我出荣耀的舞条，勇敢所彩标来走，军队耶稣打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军队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勇敢好大甲主讲，军队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军队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搁一摆大声宣告。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军队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举起双手，落你我主，全心全意献予你耶稣，一生一世我出荣耀的舞条，勇敢所彩标来走，一生一世我出荣耀的舞条，勇敢所彩标来走。是啊，主，我愿意献上阮家己来，互你使用。愿阮这卑微的器皿，真做你宝贵的信息，你的荣耀。主，感谢你听阮即时的敬拜学罗的声，阮真欢喜你逐日看顾阮，因为你的目睭看顾即所在，你要互阮拄着的艰难，互阮学担当。感谢你听阮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来回应，
上帝真正看过这土地，伊的目睭看过这土地。咱们来大声敬拜，真敬拜，全神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必看顾着的，你眼目必看顾着你，我你的儿女，你必照生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大家盼望荣耀复兴降临，咱做伙起立来迎。敬拜声音充满全地，高举双手荣耀归你，专心听受你的话语，世世代代都不变的。你眼目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生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的，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好，麻烦间奏，我们跟3个兄弟姐妹说：平安，上帝听你。我们来大声敬拜，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帮备，直到如今人心神迹。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生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大家盼望荣耀复兴降临，敬拜声音充满全地，高举双手荣耀归你，专心谨守你的话语，世世代代都不偏离。你眼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生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
将掌声归给我们荣耀的神，请坐。求神让我们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来听他的话语。求主帮助咱开心门，来爱慕伊的话语，互咱的生活会顺探伊的旨意，互咱会使来谨慎，来遵守伊的命令诫命。通过圣神的开力，帮助咱，互咱真正看见主荣耀、主稳定、高立伫地。奉主耶稣的名来求。开我目睭，予我看见你所启示，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措施，伊会拍开诸神旨意。当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一时，开我目睭，予我看见一生的事。用祈祷来求，开我耳孔，予我听见你所传播福音真理，真理的声，那与我以来，大汉有给微过来。当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一时，开我耳孔，予我听见一生的事。主，我来到你的面前，真爱较无你的话，愿你话帮助阮话看见，你真正甲阮伫地。阮逐日的忧愁、烦恼、艰苦，你拢为阮担当，因为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阮真正感谢你用圣经的话来帮助阮，伫阮头前看无路的时阵，你真正帮助阮，用你的话，你活命的话，搁来帮助阮，互阮知，阮人生的苦难的确会过。阮较无你的声，阮困求的声，伫你面前求你接纳，求你听阮困求的声。感谢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享受你所赐的平安福气伫每一工。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陪伴咱的心来听候主，开咱的嘴来培养伊的听。开我嘴唇，予我以爱，保传真理到达所在。开我的心，予我为你吧，用主听通分享世界。当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一时，开我嘴唇，予我保养一生的事。搁一摆开我嘴唇，开我嘴唇，予我以来，保传真理到达所在。开我的心，予我为美邦，用主听通分享世界。当我恬静地听候你，
摆来祈祷。主感谢你保守阮平安，搁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用你的光照阮黑暗的角落，互阮行伫你的光明中，帮助阮为搁较信靠主你。因为你伫最的事有证明，对你的人真有福气。感谢你听阮，感谢你听阮到安尼，感谢你也要求助你，帮助阮为搁较信靠你。保守阮今仔日所做的工，保守阮今仔日伫讲台牧师所讲你的话，真做阮的帮站，互阮所听的伫生活中行达，拢荣耀你的名，利益的人。愿听的讲的拢得到造就，也愿你的旨意行伫即所在，亲像伫天里。愿祈祷奉主耶稣的名，请咱继续祈祷，为艰苦的人，为即个土地，为教会要行款的代志，帮助咱为搁较明白主爱咱做的代志是啥物。咱继续为着咱的公道事项，为着新家人，咱爱来关怀、爱陪伴。为着咱的青年，伫做学的时间，暗时是咱青年、青少年聚会，愿求圣神帮助，伫因的道路顶面有主，下面三角行。咱嘛为着心灵灵心倒退来祈祷。求天父上帝来保守因的心，会当得到安慰。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丰盛的慈爱，互阮会通入你的圣殿。你的殿宇，阮的心存敬畏来敬拜你。阮学了你的威严，阮学了你的声会当透到天顶。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比蜜搁较甜。你的律例来调整着阮的生活，调整着阮的骹步，调整着阮会当从骄傲来提调，调整阮伫软正时阵会当当坚强。互阮来离开歹代，主你讲，若手界面就大，报手，亲像树仔栽种伫溪水边，泉源无断，开花结果子无生。阮知影，阮有时的无意中来犯罪，阮恳求你毋通互罪恶来管辖阮，你的管教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儿女，阮的教会音乐院音乐营已经开始伫第2礼拜，恳求天父圣神来引带保守过因老师，伊会当用天父上帝你手所为文字来吸引遮个细囝真心服侍。来引带遮个小朋友对音乐的来认捌，常时来进入你的院殿来认捌你。愿你圣神保佑，身体艰苦、心情软弱的，心灵枵喙焦的，主你要决断来扶持伊，来医治伊，来安慰因，来得到帮助，有盼望。恳求圣神来感动咱每一位。主内兄弟姊妹愿意委身伫服侍的事工顶面，会当用上帝你手势备办气力有智慧，愿意来互主你来使用，嘛愿意分享着生命见证。毋但阮的生命要得到健康，阮的教会嘛要成做健康的教会。
愿献上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即时咱三角来启用。是，启用文，看这写的无共的。照这 ，OK， 好。我来启恁来用。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在操烦。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什么，在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身躯敢毋是比啥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无种作，无收成，嘛无积聚粮食伫仓库。恁的天父嘛在甲因养饲，恁敢无比因较贵气？恁敢有人想讲，操烦袂当互家己的性命较活一时较久？恁若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在大丛，因无落土，嘛无通吃。毋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伊穿的衫，拢无比遮的花的一蕊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仔日活地活，明日栽互人ฮ็伫火炉。上帝拢安尼甲因装下，伊减袂搁较甲恁装塌。恁哪会遮尔无信心？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也是阮要啉什么，阮要唱什么。这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恁的天父，这拢是恁所需要的。着先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这物件拢要煞分互恁。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明仔载这代志，明仔载才操烦。这声一日的艰苦，一日担当。即时，咱来念圣诗，圣诗492首，当我有气力的时。首。主当我有气力的时，我要做你这样，我心中我欢喜的心，要学了你无停。我要
这是咱遮圣歌伫要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我的歌要称上主。接下咱来看教会消息报告。咱来看内页吼，消息报告第一项，今仔日咱会后有小组正常聚会，
欢迎兄弟踊跃参加咱的小组聚会活动，愿咱会当伫合适伫小组当中，咱来分享，来互相关心带导，做伙来分享上帝话语甲感动。第二，咱下礼拜是大神纪念主日，愿咱带来感恩甲负担的心，为着学院的老师甲学生课程以及逐项的经费需求带导。嘛邀请咱有备来奉献，无论是金钱、济少，咱每一分的奉献拢是对未来教会福音工人宝贵的投资。第三，咱伫1楼招待岛有放一寡圣诞节缎带，要提供咱建堂的费用。欢迎兄弟会当来选购吼，一卷吼单卷一卷是50块，买4卷吼。买4个送一个，若茶装的迄一茶150块吼。来，咱看下面的奉献的明细，咱家己看，若有毋对的，咱会当用贵价来更正。咱来强读咱的今仔即礼拜金句，伫诗篇116篇50到60，咱台语华语当强读一解。流目屎先至要做欢喜的声受我，迄个流目屎我亲自出去的，的确要我伊的由我欢喜回来。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诗篇165到6节。即时，咱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加勒太书6章60到第10节。咱做伙来看第6节。学习道理的，着将逐项好物，互教是伊的三甲有分，无得家己错误，上帝袂侮慢得，因为人所野的是啥物，伊也要受迄号。第8节，为着家己的肉体野的，要对肉体来修成败坏；为着圣神野的，要对圣神来修成永活。第9节，咱行好毋通失志，因为若无自站教义的修成，所以也有机会，咱着行好伫正人，伫遐个对神诚做一家人，搁较着敬畏。咱圣经读到遮，咱遮提摩太小朋友。宝庆，咱请宝庆来甲咱读圣经。大家好，我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加拉太书6章6到10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义气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上帝是勤忍不得的，人种的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从情欲受败坏。圣礼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相近，又不新婚，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相信图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谢谢提摩太小朋友，这是咱家小朋友到台时。
牧师为你们祝福祷告哈。来，咱请小朋友哈。咱嘛做伙来为着今仔日吼，主一二老师，伊叫做洪杰书。这个小苏老师伊本身是这个外配新娘吼，是伫台湾生活卖可丽饼的吼，但是伊拢伫迄个全家迄个所在咧卖可丽饼啦吼。本身嘛是咧接触信仰，总是陪伴囡仔工作吼，伊本身真意爱，嘛真欢喜，会当来担任即个任务，就是来陪伴细囝。所以伊本身吼要讲故事吼，伊会讲要安怎准备嘛。所以牧师嘛安尼带伊，讲你着带啥物圣经节，安怎带这故事，用听，伊讲无问题。我会准备，真有热情吼。所以咱得爱靠着祈祷，帮助伊，互伊通过伫准备备办的中间，会当将信仰、真理、活命的话带到伫伊本身，嘛带到伫这细囝吼。咱做伙同心来祈祷，站前面一点。木恩呢？木恩，发烧哦。OK， 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带领阮每一个细囝，伫上帝你的面头前，需要上帝你聪明的智慧，就是你真理活命的话。主啊，阮感谢你，通过互阮伫为着这细囝来祈祷的上时，阮嘛要为着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同工来献上恳求。主，阮知，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伫生活上、家庭的内底，拢着将上帝你真理活命的话带到伫这细囝，互因的生命是通过主你真理活命的话，通成做因智慧的来源，也帮助阮，互阮常常会当昆读圣经。帮助阮本身通过细囝的教导，会当通过真理活命的传达，或者每一个细囝认捌上帝你真理活命的话，较赢伫世间所得到的财物。愿上帝你赐福阮，养壮阮，若互阮明白上帝你真理活命的话，嘛丰富阮的生命。伫世间的年日，阮伫头前的路，拢会当成做主你的欢喜，更加有开阔的心智，会当来活出。主见证上帝你生命的行儿，阮伫你面前，将这细囝甲所有的老师来献上阮的恳求，愿上帝你圣神甲因三甲地地，也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地地，常常用祈祷来成做欢喜的这段，通得主你的欢喜。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上帝祝福你们。牧师伫遮来补充报告，嘛来介绍咱的新朋友吼。咱今仔日真欢喜，这个罗仁贵牧师娘嘛来到伫咱中间吼，咱拍鼓欢迎伊。罗仁贵牧师请坐，罗仁贵牧师嘛已经退休啦吼。感谢主，我咧想讲，若有一日我会当安尼平安退休，毋知偌好吼。真正吼，这是真实的吼，因为牧者其实是做费神，这24点钟拢咧操劳，所以这保险公司通常较袂爱甲阮牧者吼，神职人员报啦，这是真实的啦吼。所以我感觉，我看遮每一摆，我看遮一档一档，看到遮个年长的即个牧者，豆豆咧退休退任的时候，我心内感觉讲真感谢主。所以我相信咱教会因为咱的司琴吼，咱的文良老师吼，拢对屏东来，所以一个月拢至少有1摆到2摆，伊无法度甲咱司琴，嘛真欢喜。听讲即个牧师娘会晓弹琴嘛，吼司琴，嘛得到咱同工的邀请啦吼。所以头拄我咧甲伊讲的时讲吼，歹势啦我讲毋免歹势，其实我的心内是做感谢上帝吼。所以我相信咱每一个人会当来侍奉上帝，其实拢是亲像今日牧师要讲的这个主题，叫做行好，吼，行好，行好，毋通灰心，因为咱要活定的日子，拢是上帝赏赐互咱有活命的日，就会当来服侍主，是何等大的福气。所以你边仔兄弟讲，咱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服侍上帝。是何等的美好！咱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服侍上帝，是何等的美好！我常常甲阮的陈恩同工吼，在讨论讲吼，敢是有人会当来播放 PPT， 其实拢搁咧祈祷中啦吼。原先阮伫有一个国中生吼，嘛咧甲栽培，伊嘛讲好啊，牧师我嘛会当来操纵吼。伊伫咧过程中间每一摆人礼拜日的时阵，讲牧师我身体不方便，他又退缩了吼。所以咱即摆同工真正足需要。昨暝我嘛看这个陈恩吼，无闲到要到12点吼。
我讲你看较早转去困，其实伊平常时做水电的工课，即马嘛上帝为伊备办一个新的头路。我感觉上帝真疼咱，所以咱拢爱常常为着咱教会侍奉的工作，咱来同心做伙来祈祷，嘛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一粒愿意的心，做伙来参与伫上帝的圣工。咱做伙搁一遍来到主的面前，做伙同心来祈祷吼。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愿你圣神的气力充满阮的心，互阮伫今日，阮要做伙通过你的话语来明白，阮的生命要安怎伫行好的即条道路顶面。通荣光主上帝的名，主阮知，阮拢是上帝你所呼召的百姓。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知影要安怎行好，毋通失志。互阮知影，因为若无会当徛伫上帝你所为阮备办的稳定的道路中，阮知，阮伫到见主你面的时，阮毋知影阮的生命到底有修成也无。求上帝你充满阮的心，圣神来感动阮的心，引带阮伫头前的道路，通得主你的欢喜。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承恩那个帮我留意一下，因为有网络媒体的同工啦跟我讲说听我们的直播声音有比较小，再帮我调大一些些，谢谢。各位兄弟姊妹，当咱组织伫主的面头前，我想要问咱一个问题咱有一种经历无？就是咱付出甲修行，就是收获不成正比，会袂？特别信主的人拢爱安那排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道路有当时咱会感觉讲，一天我辛辛苦苦安尼工作10几点钟结果我领到的薪水安怎？佫无亲像我所努力的安尼特别做爸母嘛共款，安尼为着细囝无眠无日，结果囡仔安怎？佫甲咱歹，有当时佫敢无理解咱爸母咧甲伊疼，有时咱对同工嘛是共款，咱为着同工伊的需要，掏心掏肺堪伊分享，结果有当时咱会换来感觉讲，冷淡的处理。兄弟姊妹，我相信当咱听到即种的情景甲即种的声，咱有当时会心内咧想讲，算了，我无爱去做啊！我投资遮侪心力，那按照讲即马这世代叫做投资报酬率太低了，世间上投资报酬率太低了，你还会做吗？袂啦，莫甲我讲你会想要做啦。一个真有名咱即马咱咧每一礼拜牧师拢尽量用按照新安讲的这读经进度，嘛是期待咱的兄弟姊妹拢会当稳定逐工做伙来读圣经。所以牧师拢伫拜三也好，包含礼拜日的讲道，拢会按照圣经的背景。互咱伫读经的过程的中间，佫较清楚迄个背景，你读的过程，你会佫较清楚来了解啦这个真有名咱知影这是中国的电商，叫做啥物名？马云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今仔日真残忍啊，明仔载佫较残忍，后日会佫较美好。但是大多数的人拢安怎？拢死伫明仔载暗时重要毋是死伫明仔载暗时我看到即句话的时阵其实即句话听起来非常的残忍，但是有事实无？有真实无？有人做真实的你描述啥物？有真侪人人生的中间拢咧挣扎，尤其是对人爱行好。咱基督徒叫做疼心，对伊爱有疼。但是你伫即个咱环境的中间，你投入遮侪时间、金钱、情感去帮助人。包含伫服侍上帝、服侍教会的每一个信徒，兄弟姊妹，包含咱对这个社会带互咱爱咱讲，咱着爱带正面的影响力的事。咱通常拢有一个足残忍的阶段，就是你努力你做到但是你牺牲的时间，逐个人所对你的反应甲回应，却是不领情，也是不感谢，甚至佫甲你批评。兄弟姊妹，你会感觉讲？我连一点点美好的期待我都看不到呢，兄弟姊妹，你敢佫想要做伙佫行落去？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咧讲的灰心会袂？会不会灰心？难免有当时我也听到同工讲咱着安怎样？牧师我爱甲你请假，咱若看到有人要甲安怎的时，咱拢会感觉做灰心。
即礼拜牧师去参加一个牧师的在职训练吼，邀请一个教会，咱台南中会一间教会，即个牧师伊伫遐牧会4档啊，伊伫遐牧会4档吼，安怎呢？第一档即间教会40几个人，第二档即间教会60几个人，第三档即间教会到100几个人，第4档即间教会到140几个人，哦，有新热无？足奇妙诶！大家拢咧想讲，到底即间教会牧师伊安怎做？伊安怎做？伊带因所有诶信徒做伙看册啦，看毋是看圣经哦，是看册哦。若看册中间去解说圣经真理话命诶话哦，看啥物册？看脑诶册啦。讲人咧退化吼，拢是安怎？拢是接受着太侪负面包含无好诶物件，咧影响伊家己啦。所以即间教会呢，即个牧师呢，伊甲所有内底教会事工拢安怎？甲伊减少，到最后全体教会拢，逐个人拢咧看册啊。伊这读册会安怎呢？人会讲啊，恁读啥物册？读这册爱付钱无？爱无？毋免哦，爱啦。伊安怎做呢？读10本册哦，一个人爱纳2000块啦。哦，足俗的对无？但是有的人也唱着2000块咧，安怎？无拄伊要付迄钱哦。兄弟姊妹，即个牧师伊安尼做的时阵，我感觉无简单，因为即个牧师伊过去伊是读资讯系的，伊对数字、对统计，伊知影讲人若无正常的体质啊，伊无法度通领受着上帝的真理话命的话，互伊的心灵拢得到健康啊。所以咱知影吼，咱人咧食物件吼，毋是你食好叫做幸福啊，爱安怎？即摆你若愈年老，你来安怎？你宁可无食是更较健康的呢？你敢会当理解？嘿，所以兄弟姊妹我最近嘛咧想讲，有当时互家己枵者吼是真好的代志。枵者你要做啥物代志？甲你边仔兄弟讲，交着金价祈祷吼，金价祈祷非常的好。所以兄弟姊妹，我今日牧师要跟咱来分享一个足要紧。加拉太书有一个叫做农夫的精神啊。这个农夫的精神是啥呢？针对这种人性的灰心甲放弃，其实拢是透露出一个足强烈的一个要紧的提醒。这也是使徒保罗写予加拉太教会的批信的中间，要定心帮助咱找到会当恢复面对环境的威胁甲冲突的时，咱要安怎样点到咱对人的热情？所以兄弟姊妹，加拉太书保罗写作的背景是一个足要紧的阶段。为什么？是当时有一批被称作犹太派的基督徒，因安怎呢？因走来搅扰这加拉太教会的这信徒，讲恁干那信耶稣无够啦，然后恁这外邦信徒吼爱像阮，爱受割礼，爱倒转爱受割礼的这个律法，这是犹太律法的规定，恁才会当得到救啊！兄弟姊妹，你也听到人讲你已经洗礼啊，但是甲你讲吼，你得爱来参加教会，你得爱来奉献，你得爱来安怎样，你才会当得到救啦。的意思就是安尼啦。所以伫迄当时，保罗伊写这个批信，就是咧要救会哦。保罗伊特别尽力咧守调这个叫做因为信来安怎称义的概念啦。所以兄弟姊妹，这个真理，伊咧讲起保罗咧讲，咱若得救，完全是靠着啥物？上帝啥？是上帝恩典、救赎的恩典。甲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啦，毋是透过啥？毋是透过你做偌济律法上的啥的好行为啦。所以兄弟姊妹，所以你若看保罗伊伫加拉太书的中间，等于讲完讲，咱毋是靠行为得救了后，保罗特别马上伫第6章的中间倒一个反转的话，伊讲虽然咱毋是靠着行为来得到救，但是咱既然被得到救赎啊，咱就爱活出啥物稳定的行动力啊。也就是讲，当咱领受稳定的人，咱袂使安怎，袂使无行动力啊。所以兄弟姊妹，
咱敢是靠着行动来得到救的？我甲讲一下，毋是哦，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所以咱若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咱就爱活出真正领受恩典的人应该爱有的行动力啊！所以兄弟姊妹，这也就是今仔日咱所看加拉太书第6章第6节到第10节所讲的。伊一开始讲到，讲学习道理的，就将逐项好物互教示伊的3甲5分，无得家己错误，上帝袂武万的，因为人所野的是甚物，伊也要受迄号。即句话保罗伊直接提醒信徒，要学着感恩甲分享的恩典。当你伫教会对牧者、对教师、对遮个小组长、对遮个长老，当你听到因对遐来领受着圣经内面属灵的教导，你就着应当伫生活上来支持因的需要。所以即摆牧者我拢感觉真正足感谢上帝，无亲像过去的牧者足辛苦，敢若迄建筑物，即摆嘛还阁有哦。所以牧师即摆有时拢嘛是会接受到一寡有需要的教会，伊嘛咧建堂。所以牧师嘛咧甲咱分享，顶礼拜牧师去到伫即个西顿教会，得到遐兄弟姊妹真好的款待。因比咱是阁欠2000几万，咱是看看咱是欠400几万哦。人嘛无偌济，但是因真欢迎阮去，甚至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嘛，阮离开了吼，因的长老敲电话甲我讲讲牧师，恁这断带这断带，阮的断带布置的动工迄天无来，所以请你甲这断带的相片个发互伊，伊期待会当通过安尼来帮助教会。兄弟姊妹，保罗伊伫遮咧提醒遮信徒，学会晓感恩甲分享，先对即个领袖开始做开始。伊咧讲起金钱的奉献，嘛着爱安怎？搁较要紧是对属灵的即个领袖的尊重甲彼此的成全。换一句话讲，属灵生命的成长甲实际的奉献是有做伙无？无哦，有啦，爱做伙啦。就是讲，当你对上帝感恩，你着爱对教会属灵的领袖，你嘛着爱尊重啦。所以兄弟姊妹，换一句话，保罗伊毋是咧讨钱哦，伊是咧提醒遮信徒，当一个人被真理感动，伊的心甲手所做的代志，拢爱安怎做伙回应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亲像一个学生若真正感谢老师的教导，伊会安怎？我搁讲一摆，一个老师伊若会当感谢伊的老师足好的教育教导，伊会安怎？会用好的成绩安怎回应嘛？敢毋是？所以一个囝儿伊若会晓用好的回应伊的父母，伊会安怎？伊会用伊的所做来尊重伊的父母对伊的教育甲帮助。所以兄弟姊妹，人甲人的中间真要紧，这是一个关系。教会牧养甲教导嘛是咧，互人的生命会当得到成长。咱毋单单听到，咱嘛得爱尊重、参与、支持牧者、同工、中级甲所有的小组内底每一个领袖，互咱上帝的家安怎会当持续传达真理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看恁若有机会咱会当看咱的华语礼拜参与的人我真感谢主咱常常在为着咱华语礼拜这同工，虽然人无济，但是我看到咱的同工咱的同工一礼拜拢差不多去带一个新朋友来，顶礼拜已经带一个，这礼拜嘛继续，所以你也看，即摆已经3个哦，因是一个豆豆带来，一个去带来，即摆咱的青年青年伊咧甲我讲，牧师，我即摆可能较无方便参与台语的，因为你看咱的遮个青年，因真辛苦，因着安怎？因礼拜六暗时来参与服侍，礼拜日下早参与服侍了就去参加第二顿的华语礼拜。其实我感觉对伊还未信主的人来讲，无容易啦。所以我后来甲这个青年讲，不要紧，你台语顿的你毋免服侍，你来参加华语礼拜就好。互伊会当足自然。亲像我头拄讲的这个牧师，伊讲咱莫互信徒安尼同工共款，
安尼落落在侍奉，但是伊袂快乐。啊，若袂快乐的侍奉，我感觉迄毋好，迄无健康啦。吼，伊甲上帝关系并且安尼无健康。所以兄弟姊妹，咱看第70甲第80，保罗伊特别伫即个所在讲起，这是一个真要紧的真理，叫做人种你种的是甚物，收成的也就是甚物啦。所以，当咱领受上帝真理的救赎的恩典，咱知影咱的对恩典的回应的行动是甚物。你若种肉体的政治、贪婪、自私、埋怨，安尼你的修行就是啥？就是败坏的生命。但是你的生命若是也是圣神的果子，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兄弟姊妹，你一定会修成的是啥？永生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你会当伫私底下，伫你的小组，包含伫你的家庭的内底，你互相分享。你的生命有欠什么果子，还未结的无？咱大家做伙分享，彼此带导。保罗伊讲第90，伊讲咱行好毋通失志，因为若无灰心，到了时阵到的时就会收成。保罗伊真清楚行好真困难啦，所以伊必须爱特别强调毋通灰心嘛。诗篇126篇，第1节到第6节讲耶和华互锡安比利亚的人回归的时，我们就像是在做梦一样。那时候，我们的口充满欢笑，我们的舌头充满欢呼。人们在列国中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这些被掳之人回归，好像南地的水回流。后面他讲了这句话。来，我们一起来读：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扛着种子哭泣着出去的，必定扛着禾捆，欢呼着回来。第5节、第6节，这句咱拢做爱用，但是咱袂记得第1节甲第4节咧讲起的。这个人回归的人，因为因看到是啥？因看到的是趴远的啥圣殿啊？了解无？是迄毁坏的圣殿，要搁起造圣殿，迄是何等大的困难啊！所以兄弟姊妹，咱过去会回想大桥教会，过去有真侪人的时阵，会袂？会啊，咱拢难免啊，拢会回想过去要伫咧的人，迄做伙服侍是偌尔啊好。兄弟姊妹，当遮的犹太人、以色列百姓，因咧面对的看的是，阮对这个比利亚的时阵，巴比伦，阮回归倒转来时，那亲像咧做面梦啊！兄弟姊妹，上帝爱咱看的是咱头前，咱到底要安怎样？流目屎去野种子啊，然后安怎欢呼收割？所以兄弟姊妹，咱伫行好的过程的内底，上帝爱咱伫欢呼收割的时阵，你得爱先经历到什么？我甲讲一摆。你要伫欢呼收割的时，你得爱先经历什么？流泪撒种的。所以兄弟姊妹，行好的过程需要什么？来流目屎、野种子啊！你要付出代价。所以流目屎的时阵，因为看袂到收成的结果，上容易的就会先将啥？先将种子给弹掉啦。会袂？你就明知影爱做好代志，你就明知影爱安怎爱行出去。但是你偏偏就无想要做咧，所以兄弟姊妹，我需要用3个跟咱分享。第一个，人物真理，咱行好是一种野种的属灵投资啦。所以兄弟姊妹，咱保罗提供咱一个必须爱彻底来改变的，就是对行好的认知。第一，伊唔是一件做了后就应该马上得到回报的交易啊。我搁讲一摆哦，当你做一项好事，为着主，为着上帝。为着去听一个人，你唔通去马上要求着别人对你的好的回应，迄是无可能的啦。你得爱知影，你所做的，这是一个属灵的投资。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健美选手吼，这个健身选手吼，伊甲我当讲，我今日我看迄足水的身材吼，我安怎？我今仔日吼爱拼命练1-2点钟，就马上有法度啊吗？敢有可能？无可能，伊会受伤。伊必须爱安怎做？爱持续不断
逐日有一个固定的规律的生活，伊才有法度通产生即种的习惯。所以兄弟姊妹，咱对人若较侪一点仔耐心，咱对奉献的行动，爱先对心中愿意做开始。对弱势的人的关心，一点点的帮衬，看起来敢若微不足道，但是咧，当你认清讲即个生命的精神、努力的目标的时阵，你就会发觉讲，做这样代志真有价值咯。所以兄弟姊妹，当一个人对领受救恩，内在生命，伊自然会产生被要求的纪律啦，秩序啦。咱领受着恩典毋是无生命的秩序秩序领受着主的恩典的人，更加爱有生命的秩序。咱的生命的秩序是啥？领受着主恩典的人，生命有什么秩序？没有人可以分享。你说牧师，现在是你讲道时间了，你叫我分享。兄弟姊妹，其实咱拢知影，你生命有一寡秩序，譬如啥，会感恩，会感谢，会袂？上帝呢，通过伊的囝呢，为着你来死呢。你若拢袂感谢，我来讲，你就无甲当做一回事啦。你无甲当做一回事，你嘛袂感谢。所以最近牧师咧带这青少年，我跟他讲一样代志，你来教会会感动袂啊？我都是一直问，常常问，袂感动是啥？是我们哪里做不够吗？我会反省，我袂讲到底伊需要的物件，咱来去想讲，咱要用什么互伊？伊若无，咱就安怎？咱得赶紧用上帝的话，看是要安怎甲伊分享。兄弟姊妹，这就是咱来知影咱的秩序是啥。因为一个人若伫教会，敢若会当享受，享受这个恩典，伊无法当真实去体会主所爱咱做的。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圣经在内底讲，保罗讲少种的少收，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啦。逐人照伊心内所有定着的，无得烦恼，无得勉强，因为欢喜提出的，上帝听伊。所以兄弟姊妹，保罗强调鼓励奉献的时，也用亚种的法则。注意我再讲一遍保罗咧讲到奉献的法则，他是用撒种的法则啦。伊直接讲上帝看重咱的种子的数量甲品质，伊的应允是啥？你种落去的绝对袂无去啊！伊是看咱人的内心付出甲牺牲的上帝，也就是讲，当你的内心的感动愈多，你奉献愈多，你会得到就安怎？会愈少吗？会愈多。我讲一遍这是保罗鼓励奉献的时，就爱用亚种的法则兄弟姊妹，咱唔通看眼前的结果，是在伫咱最后的修行。也就是讲，咱奉献唔是干金钱啊，嘛着精神、体力，包含咱大家当心的奉献。所以兄弟姊妹，第一个真要紧，牧师跟咱分享就是认清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行好，是亚种的一种属灵的投资。第二，咱着爱较赢这个战胜丧志唔通失志啊！咱着爱靠着圣神的溃烂。圣经内面加拉太书第9节安怎讲？第8节，为着家己的肉体野的，要对肉体来修行败坏；为着圣神野的，要对圣神来修行永活。这个灰心原文的意思叫做因为压力、亚神、失望来放弃，无搁坚持啊！意思就是讲被歹来拍倒来放弃。所以兄弟姊妹，咱若伫教会，咱伫侍奉，你若会灰心，你着爱安怎？若有同工，若有兄弟会灰心、冷心累志，安尼咱爱安怎？无人知，爱安怎做？鼓励啦，爱鼓励无？为他祷告以外，还要鼓励他，是不是？爱鼓励啊，唔是讲靠祈祷呢？靠祈祷咱拢无要关心，嘛无要鼓励，爱了解无？
有当时我堪伊有冲突吼，有当时偏偏是边仔人吼，甲伊讲的话会较好咧，敢毋是？对无？我甲我的兄弟姊妹冤家的时阵吼，拢是阮妈妈咧做调解啊。妈妈若甲伊讲的，伊就了解啊。就安怎？就互相下面。他拄我的囡仔袂礼拜前的时阵，你有听到我的语言伫遐咧创啥？我后来我出去甲伊了解，伊讲爸爸哥哥不下来了。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不要生气，你上去，好好跟哥哥说，哥哥不下来，等一下妈妈会带他下来，你不要生气，谢谢你。一般人就讲较点的啦，唔通说人即摆要礼拜啊啦，对无？过去拢安尼教，但是我感觉即摆囡仔你爱互伊好的正确的教育，所以兄弟姊妹，你也什么，你做什么，咱拢爱用靠着信心的气力，互咱有智慧。知影要安怎来做？咱行好第9节，咱行好唔通失志，因为若无志站，到期会修成。吼，若无志站，这是安怎？志站，自习吼，自习哈。路加福音书18章第1节，咱这回来看吼，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常常祷告，常常祈祷的人。拄着困难的时，会晓得要安怎顺探信心去做工啦。常常祈祷的人，当伊拄着困难的时，伊会晓得要安怎顺探信心来做工。也就是讲，伊就袂阁受气啊。安尼知影无？我过去一直想讲奇怪，我哪拢袂晓安尼较温柔的。拄着代志，我就最容易生气。其实我无好好祈祷，所以我拢常常伫安静的中间，甲家己讲。你也毋通生气，好好祈祷，看信心要甲你安怎引带，你就会知影要安怎讲话。所以兄弟姊妹，信心真正是足好，咱行好的电源呐，吼，享受互咱真好的电源。罗马书第，我无看到吼，罗马书第8章26节讲，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兄弟姊妹，承认家己伫遮的代志的顶面的无能为力。咱对这段圣经节咯，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对不？有当时牧师讲，常常祈祷，当你拄着困难，信心会甲你会当安怎？会帮助你，要安怎做工？但是你就袂晓祈祷咧，你真正压榨啊，你真正足艰苦的啊。我祈祷袂落啊，要安怎办？甲你边仔兄弟讲，你要承认你的软弱，你要承认你的软弱。兄弟姊妹，祈祷唔是咧交作业啊，祈祷的重要就是咧承认咱家己的不足甲软弱。讲主啊，我不行了，你行，你可以。祈祷就是咧做这个动作，认罪的动作。讲主啊，我真正无法度，我真正需要你。我请你来帮助我，所以兄弟姊妹，信心的气力帮助咱会晓顺服。第三，保罗互咱一个第三个真要紧，要安怎样唔通灰心啦吼。的一个动作就是实践疼心。这个疼心要安怎实践呢？咱拢知影爱有疼心，但是要实践疼心无容易，因为咱的焦点我们的焦点都是放错位置，焦点要聚焦在哪里？把握机会啦。而不是条件，什么叫条件？咱大部分要听一个人，我先看条件有好无啊，对无？这个人咧无值得我来甲听，有无？这个人无值得我来甲伊做好朋友。兄弟姊妹，咱常常咧想讲用条件来看这个代志。圣经安怎甲咱讲？今日咱所看圣经讲，所以要有机会，咱就行好伫正人。伫遐个对神诚做一家的人，搁较着注意这项事啦。所以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主所听的一家？咱是毋是信主的？咱是信主的人诶，咱更加安怎？也会把握这个机会去行好。所以兄弟姊妹，咱时常会看到真侪人行好的时阵，心内拢有一个条件来做筛选的动作。但是保罗讲，有了机会就应当爱对正人行好。这份疼
是一个机会导向，不是条件导向。所以兄弟姊妹，信道的一家的人更加的爱安尼。所以兄弟姊妹，这个优先的次序，疼心爱对咱的家庭开始做起，对咱的教会内底每一个肢体开始做起。今日咱要出去外口面传福音，较要紧是咱爱先大先，教会内底兄弟姊妹爱同心三疼。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到15节，咱做伙来看吼。来，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总要追求彼此和睦，又向众人行善。即马11月啊吼，感恩节要到啊，圣诞节嘛要到啊，咱拢要开始行出去外口面，跟人分享。每一摆即个节期也要到的时阵，我拢咧反省，我教业会疼心无？我敢有影有见证，会当跟这人分享咱的教会，分享咱即个大家庭。兄弟姊妹，这段圣经节，甲咱看见，行好的对象包括什么人？行好的对象爱靠近什么人？所有人无毋对，会守规矩的人你袂去找伊啦。但是遐无守规矩的人，咱拢无啥要插伊，会袂？咱遐灰心的人，咱嘛无要甲勉励啦，无要甲插啊，因为即种人歹斗阵啊。软弱的人伊死好，逐摆我较早看伊拢安尼做遐代志。即摆人拢安尼呢，咱包含咱基督徒有时嘛安尼，咱对人袂晓忍耐，但是伊讲爱正人忍耐。恁爱谨慎，无论是甚物人，拢毋通以恶报恶，总着爱追求彼此的和睦三疼，正人行好。愿上帝话亲自帮助咱，咱你边的人甲伊讲，着互相饶赦。真正的疼心无求回报，伊会晓模仿。这个疼心着爱模仿，亲像耶稣基督的疼。耶稣为着咱要做罪人的时阵，为着咱来死。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圣经节的话语的中间，学习咱要活伫生命，要安怎用疼心、用饶赦的生命行动来跟对主的脚步。牧师认为，这句话真好，无任何事工比用饶赦人的行动去疼人更较重要。咱即马要做的事工吼，牧师期待咱会当这个目标来做开始啦，会晓饶赦人的生命行动啦。这种的生命内当伫咱每一个信徒的内底，我相信你伫厝里吼，你的厝里的人足爱你，足爱你的。你伫信徒的中间，大家人拢感觉你足好。兄弟姊妹，我期待咱伫教会上帝国的内底，行好是一个非常足好的一个生命目标。保罗甲咱呼吁，神圣的应允，让咱无灰心。到了时若到，咱就要修成。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流血牺牲，上大的就是伊无灰心的好所行。伊最后是死了后安怎？有过活无？有过活，赢着迄个永远的修成的工课。愿上帝帮助咱。今仔日我毋知影你是毋是因为服侍顶面。你也感觉不被了解，你感到很累，失去了目标。你是不是嘛感觉你付出无得到回报？但是求上帝帮助咱，会记得现在就是一个机会，唔是等候你感觉有用啊、有钱啊、有心情啊、有好的心情，你才来行好。对你关心你边的人的肢体开始做起，对你的亲人开始做起，上帝的确纪念咱所做。咱这位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保罗的批示，提醒阮行好是阮生命应当爱持续去行、去实践的生命。主啊，阮承认，阮常常伫夜静的过程的内底，感觉真野心、灰心，想要放弃。求你赦免阮，时常会晓去看重。伫阮眼前，对人对待阮的款式，有时无好的时阵，阮要安怎样
好款待伊？阮要安怎样会包容饶下因？阮要安怎样用好的款式来好款待因？主啊，现在阮要回应你的呼召，求你圣神来充满阮，加添阮气力，互阮较赢迄个行好心灵的野性，会当伫肉体的自私甲私欲的顶面，互阮定心倒转来看主你爱阮所看。主啊，帮助阮，帮助阮带着疼心忍耐的心，四周围的人讲，阮是主你的学生，阮是得救得到恩典的人，阮是有主你疼心会当得到喜乐望的人。主啊，求上帝你搁一摆纪念伫阮在座兄弟姊妹心神有欠安的，求上帝你加添气力互因，互因伫安静的内底来领受着主你的真理话命的话，互因知要安怎行，互因知主你甲因相较同在，互因知主你正做阮头前的灯，路上的光。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561首，赐阮智慧甲气力。这首歌是德国的歌曲，也就是对伫社会内底有真侪人，当因心内失去了气力的时阵，咱来求讨上帝智慧的气力，互咱知影要安怎行头前的路。咱坐咧吟就好吼，来，赐阮智慧甲气力。这是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咱做伙起立。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赐甲收回的主权，
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游玩徛咧，做伙来吟上用的诗，荣光归圣父上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甲扶持，带领咱正大家，甲咱每一个人撒甲伫地，互咱伫主呼召的下面，圣神感动的下面，为主来持续热情行好，伫这世间会当荣耀主的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立倒。